歡迎大家嚟到爆冷嘅線路心水鳩粗人啫。上一期啲早水心水真係食屎屙飯，我睇住湯神嗰隻咩午夜快車，我真係滾一滾，我望到條友咁跑，狗屎垃圾。希望今次可以早水幫大家捉到啲爛嘢啦。星期三尾場就神衰啊，阿伯拉頭馬呢一隻，咁係哇，我覺得真係啲廁所佬都俾得出嘅馬，希望可以幫大家喺早水嘅階段捉翻啲爛馬仔，手氣真係有點差，但係希望可以做得好啊未來。咁就預告下嚟緊呢個賽事係跑星期六嘅沙田泥草混合賽事，咁就黃昏馬啦，所以預計時間就4點鐘開跑。馬會又知道大家手痕想做啲賭啊，咁就 pack 咗2場嘅呢一個昆士蘭省嘅2200米錦標，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如果買 HK33 嘅 Day Pass 或者買晒全季 Pass， 你會收到呢一個昆士蘭嘅賽事嘅數據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睇到呢度4日同5日後 which is 下個禮拜3就唔跑馬啦，所以大家可以睇一睇會唔會喜歡玩呢一個叫亞士谷賽期，咁就買嚟緊下個禮拜日嘅 pass 就應該會包得詳情，大家記得睇翻 HK33 嘅廣告啦。落翻去今次嘅呢個星期六嘅泥草混合賽事嚇，咁啊小弟馬主圖做好嚇。如果想收到我哋呢一個叫爆冷嘅賽日馬主關係表啊，記得上嚟 HK33 呢度睇啦，全部都會 mark 晒㗎喺排位出咗之後。咁啊小弟有 system 啊即正嘅，同大家go through下，咁就有呢一個鍾氏家族嘅豐功偉績金得意嚇，咁啊沈集成同主同倉嘅知道同知道啦嚇，不勞而獲同主同倉歐洲傳奇，留意歐洲傳奇呢隻馬仲要今次跑嚟嚇，轉倉之前喺呂健威個阿倫哥跑嚟唔錯嘅歐洲傳奇，望一望佢咩料。咁啊摘星啊銀亮奔騰，咁就有啲脆。美麗係都叫多馬嘅，美麗多型，美麗邂逅老豆啊，君子傳承嚇。嗱，小弟早衰其實比較想推介呢一隻叫佳福區，但係我望到佢即場個即係依家個賠率咧，都唔係好賭得落手，20幾蚊大佬，咁就唔符合小弟嘅呢一個心水宗旨啊。咁啊，佳福區長隆區福建佬係數。咁啊，仲有呢個叫無極勇將嚇，耀昌盛世、客家之光、環球英雄，咁啊，仲有呢個好有心得啊，都係一個大團體啦。紅運彬彬好有心得，銀亮奔騰啊，咁啊有型量有型人，同主同倉可以留意下。咁啊，着燈專燈同埋呢個士燈，睇下邊隻係燈啊！仲有呢隻叫海南寶君子傳承啦，咁啊二係馬主啊，一陣間會喺個馬主圖同大家講一講嘅。跟住仲有啲蘇啟生屋企人馬，天天灑落，天天同樂，超越夢想有趣，一陣間都會講一講啦。劍無情啊，咁啊呢個叫做整蠱專家啦，進路區蒸蒸日上，高感火神神樂，周博士攬海兒唱 K 啊！呢個叫做精算就係精算啦，平海之星、客家之光，標係非常多嘛嚇，青春力量同主同倉嘅星唔係標之多多同埋標之銀河，狀元及第都係標係嚟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咁啊有趣密密送，好有心得啊！咁啊哇好鬼多，因為事關今次我做咗呢一個馬主嘅出馬表之後，其實都講真已經50幾行啦。環球英雄無極勇將好有心得，就係頭先嗰一紮人啦，吳山高嗰啲啦。咁跟住魅力之福得心之餘，魅力係幸運旅程，幸運星球，咁啊蝴蝶翩翩同埋呢個海船時光，又係阿倫吧。咁跟住有呢一個叫做領航破浪，好有心得啦。安都安可安泰，一陣間稍為會講一講呢條線，但係小弟唔會作為投注嘅馬匹嚟嘅。咁跟住就有呢一個叫久久為尊實力哥，咁實力哥就退咗，大家可以留意下。蕭家嘅同主同場喎，艾利奧奔放燒老味。包裝名區包裝旋風同主同場啊，仲有一隻 stand alone 嘅包裝伯樂啊，有啲脆啊呢啲線，基本上所有線路我都講得七七八八，跳翻去呢一個叫爆冷馬主同大家講一講啊。嗱，咁因為 marketing 上面有少少錯啊，咁我喺啲早飛或者一啲叫做開飛後嘅概念，我就自己做咗少少 marketing 啊。呢啲圈圈咧，暫時小弟今季唔會揣摩住嘅。
嗱，可以望一望咧，今次呢個圖，頭先講過安係安可安泰就同主同倉，變相呢一隻用天棚嘅安都咧應該冚家祥噶啦。再有嗰啲叫做蘇劇星屋企人馬啦，天天灑落，天天同樂就同嚟嘅。咁啊呢一隻咧我估應該有西美龍噶啦，可以大家聽到啲 message 就自己揣摩下係咪咁開啦。嗱，今次我睇嗰條線咧，咁我就唔玩啲龍區咩街福區嗰隻啦，講就講啦，我比較想睇呢一條線，平海之星、客家之光、格傑蘭呢隻叫無極勇將，跟住就耀昌盛世，因為頭先講過呢一隻咁嘅死人嘢咧，就會篤埋落去啲環球英雄好有心得身上，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團體概念嚟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篤得落去環球英雄好有心得，同主同倉裏面咧呢度會開啦，咁所以呢一係咧應該無極勇將都唔跑噶啦，我估。再加上無極勇將呢一隻馬咧，擲咗落去呢一度格傑蘭同主同場，所以我覺得無極勇將呢一隻馬西味又非常濃嘅。但係咪所有相關嘅馬係都係開出嚟而唔開呢一邊呢？因為事關你望到同主同場、同主同倉同無極勇將都相對有啲關係。剩翻出嚟另外一條馬系線呢，就係呢個叫耀昌盛世耀昌盛世呢一隻馬咧，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度馬嘅人，所以大家唔好完全覺得喂跑馬概念冇嘅。呢一個深水環節唔同大家講跑馬，唔係嗰啲咩步速撚嚟，唔係講血統，但係大家一定要留意下，淨係講馬主關係數，然之後去賭馬嘅。我揀耀昌盛世呢隻馬嚟賭啦，咁因為啲澳門概念梁山咧，如果大家有睇開啲澳門馬啦，之前都係耀昌乜乜，都係嗰件衫嚟嘅。呢隻咧就澳門運過嚟嘅啦，咁我相信都係佢自己支持啲馬嚟嘅啦。咁過咗嚟葉楚航倉佢喺澳門咧就講係贏緊啲都叫做長嘅1800米撚撚地咁戴眼罩，半掩防沙眼罩黏地遠地跑到大爛地跑第4呢隻馬咧最近又加上落雨啦，今日小弟喺科學園做嘢嘅，咁就見到啲雨就都唔細，講真時有又時無，咁1800米呢隻嘢無疑咧啱嘅啦個程。再加上咧，葉楚航嚟咗香港呢隻馬之後，嗰個概念都係一直減分，已經減咗12分嘅。你可以望下佢2月出2次，3月出2次，4月跑一場啦，5月跑咗2劑啦，變數我覺得呢度係一 pad 嚟嘅。今次咧 standalone 咗，可以望佢5月10號跑完之後密跑減分嘅6777。之後咧呢一隻馬縮翻埋操周俊樂摸之前咧佢啲操練手法都唔係咁樣嘅，所以我認為今次呢隻馬係有啲咁多變數嘅所以咧喺馬主圖角度咧呢隻馬係值得留意嘅馬匹嚟嘅，但係可以望一望同係數嘅呢一個無極勇將團體裏面咧，喂，同主同場都集埋落去喎，平海之星客家之光咁喺呢種嘅角度嚟講，我認為開客家之光今次嘅機會好似稍為大少少嘅，但係咧我揀咗耀昌盛世嚟到，即管猜佢單 pace 耀昌盛世同埋呢度呢條綠色線，耀昌盛世 PQ 拖平海之星客家之光，葉楚航係咪大手去馬呢？Frank